中华职棒上届胜投的投手统一赛的潘威伦，今仔日伫台北市大巨蛋举行引退赛，有约3万的人入场。明仔就会登去台南举行引退仪式。今仔日球团也邀请潘威伦的好朋友杨建福来开球，有济统一赛的退役球员也到场来见证潘威伦的上尾之战。 穿统一赛18号球衫，也是换一张3080块的票，送国家队18号球衫。来自各地球迷要伫台北大巨蛋亲身来见证嘟嘟潘威伦最后一战。3连霸那一刻，下那个蹲下来振臂的那个画面，那个还是最令我印象深刻。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他了，然后就是一直支持他到现在。 史上上侪149胜，339场先发，也有2383支被安打数，146支被全垒打数。潘威伦20年来所创下纪录，要超越是真困难。生涯最终战也是大巨蛋初次先发登板，也可能是第150胜。总教练林甲评讲，战队的全力以赴。我希望他去享受每一颗球，潇洒地去投他的球。站在大巨蛋也是他。 在职棒圈打滚20多年，第一次站上这个球场上去表现，我相信他也会很澎湃的去面对。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嘟嘟在正式比赛上站在投球上面投球的画面，那这个画面我相信对我来说会留在我脑袋里面一辈子。西队退役球员老夫妇，也有2006到2008伫西队拍球的传奇杨将布雷、潘威伦的好朋友杨建福拢到现场。 阿福建家己1个半月前，家己中国架球的球队请假要做开球嘉宾。他今天有这个成就，我觉得他是很努力的去付出，然后也很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感谢他自己吧，因为他永远都不放弃啊。I told you how proud I feel about him, because the way he been for 21, 22 years playing this league, that's amazing. 对队友甲其他队的球员来讲，潘威伦拢是点点讲话做代志真小心自律，20年来拢是安尼。一场引退比赛，西队甲大公雄鹰拢穿18岁球衫，要来向伊致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